苏州人家的家常菜，看看我们家今天晚上吃什么。今天晚上有点超标啊，3个人吃的有点多。那么这个季节啊，苏州的时令美食酱汁肉呢，肯定少不了啊。再做了一个酱爆螺丝，里面呢放了几根香菜，提个香味。这个呢是雪菜炒毛豆啊，雪菜炒毛豆嘛也很下饭的呀。然后这个是苏州人比较喜欢吃的菜件，这个呢是葱油蚕豆，不是本地蚕豆，但是口感还可以。开饭的第一口嘛，先来一块酱汁肉呀，我是心心念念的，每年等到这个季节必吃的啊。刚上市呢，我就赶紧买了过来尝鲜了啊。这个是时令美食，就是只吃这么2个月，天气一热呢就下市了。然后你看这个猪皮哦，它已经炖得特别的软烂 Q 弹了啊！我咬一块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看上去就是糯糯唧唧的感觉，很好吃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靠近骨头的部位的筋肉，它一点都不柴啊，靠近骨头的肉嘛，就是更加嫩呀，而且它是吊杠五花，所以口感很好。金蛙菜呢和酱汁肉呢也是绝配啊，所以再来一点金蛙菜解解腻。然后这个咸菜呢，是我老公去乡下去买的，是买的人家阿姨自己腌的咸菜，口感呢还是蛮好的，咸度呢也刚刚好。有句话叫明前螺赛大鹅，所以呢，趁着清明节前呢，这个螺丝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吃了啊。现在呢，已经里面有一点小螺丝了，如果想要口感更好呢，就是买回来放在水里面多养个2天啊。喜欢苏州正宗特色美食的朋友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